后来，过来即件又有狗仔甲人夹着伤。新北市一个狗主人甲厝内底的人牵狗仔咧散步，结果有一只红白梨的机车的马库尼亚的狗仔，甲即个马库尼亚 QQ 长甲因攻击，狗主人互伊夹3空。厝内底的人为着要救家己的狗，骹头捂来磨着伤，因的狗仔嘛互对方迄只狗来攻击。事后对方的态度消极，无诚意要来解决，所以因决定要甲告。拔着乌托邦的狗熊熊真激动，踹断马库米亚了后，向后壁冲过去。另外一个角度会使看到，这只狗冲过要甲另外一只狗3个主人赶紧要甲阻止，佮跪涂骹将2只狗扭开，抑过家人的狗先扭袂开，前后3分钟，得输姓包的狗主人甲亲人拢受伤。等一下，我的后照镜。狗攻击我们家，然后有咬到我。姓包的主人骹肚被夹3空，回1日后赶紧送去病院。亲人嘛，为了救这只狗，脚头有受伤，这只狗小量伤势搁较食力。急诊，因为它有蛮深的穿刺伤，左小腿的部分它还是处于一个发炎状态，所以它现在就是走路就是一跛一跛的。那可能就是上班方面也是需要请一阵子假的。那狗狗也是入睡也不好入睡，因为它没办法侧躺，所以它只能平趴的。狗家人的代志发生伫22暗时10点外，被害人转去的时，佫刁工闪较远的医院被攻击，不过对方无啥要插，决定要甲告。听到我们家狗狗就是被攻击之后发出惨叫声之后，它才出现。他就跟警察说：“是2只狗打架啦。”很明显就是我们家狗狗被单方面攻击，讲那些蛮莫名其妙的啦，然后给一张莫名其妙的名片，不了了之这样子。可处3000元至15000元罚款。未来外出需系1.5公尺内的短细绳及佩戴嘴套。台北市才发生过彼得肯 Lucky 11天内加伤2个起诉的代志，今摆又搁发生狗家人的代志。双北动保处开罚单，希望讲饲狗的人爱负起责任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